可以啊。哦，哎，masya Allah，就了这太大力了。这个为什么那么大？嗯，你可以。哦，这样。很舒服的。啊，这个好，带回去给同学了。哦，对呀、嗯，他要这样的。闯红灯拍照，限速50公里。哎呀，这间早餐店左转，这条巷啊左转，啊，这条加看巷啊。这吗？啊，对对，啊，谢谢。220元，请进门。怎么样，太太？没有啊，它也是一样的价钱呢、比较便宜啊，多少？ 220。我那个花有没有看到？一分多钱不花？来了，没有了，还有关好了，可以啊，可以了，可以。关。很简单。收起来。好像等一下，它轻轻就好了。我们有时候都不轻轻。我们开这里啊。Nah, ini dimasukin sini semua ya. Ini selimut semua dibuang ya. Ini tuh masih bagus ya. Nah, hari ini aku beres-beresnya cuman sama Nyonya berdua. Terus Liu Sang juga nggak datang ya. Jadi sepi. Tepung jagung. Nah, ini ungkal. Corong ijo. Nah, ini kamarnya mendiang ama ya. Ini harus diberesin. Ini mau dibuang semua.
Majikan saya itu tipe rajin ya. Wis dibilangin, yang mau ambil, yang nggak mau nggak usah diambil, nanti diborong, diberesin semua. Ada yang grup memborong nggak, dibersihin, dibungkusin satu-satu. Jadi nanti yang datang itu tinggal diangkut kayak gitu. Ya dituruti aja. Kerja ikut orang kudu nurut. Tadi adik itu telepon, ambil lo yang mau, yang nggak mau nggak usah diambil, nggak diberesin satu-satu. Jadi mobilnya datang tinggal ngangkut kayak gitu. Ya kayak gitu apa fungsinya kita bayar orang buat borong ya? Ya nggak? Aku juga nggak tahu. Ini gelas kecil-kecil kayak gini. Ini gelas minum arak mungkin zaman dulu. Lucu-lucu. Ter ya mewah ya semua. Semua punannya sama yang an iya Oh， Masya Allah 就了解太大力了。这个为什么那么大？你可以。哦，这样。很舒服的。啊，这个好，带回去给杨子同学了。哦，对呀、嗯，他要这样，对，对，好舒服，好舒服。OK，可以吗？关掉了。可以，关掉来，关那掉。个拔你掉。让那个关掉，先关看，可以关。可以。香港的。妈，这个是烤面包的，要不要？它有没有坏掉啊？应该没有，他买回来都没有用。阿公买啊？没有了，丢掉。这个不要，一次不要回去。对呀、放黑袋子哪里不要一起弄？这个都不要。没有用了，对。现在热水瓶比较小，以前的热水瓶这么大。这个桌子好，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不对？太太说那里，太太说那里什么黑袋子？黑袋子在。我们都用完。没有，全部拿了一捆来啊，很多啊。放在。没有关系，太太做过漂亮，我都还没做过漂亮。太太都说有做过漂亮。这个是米酒的瓶是可以退的，太太。空地。我们姐姐都有，姐姐自己有。呀。这个也不要，对不对？因为坏掉。那个是兔子牌。对，要做什么？我们要带回家东西这样啊？不要。
不要，有没有？给留上了，等一下看看他要不要。那个等一下那个微波炉哦，看看要那个他们要不要给他带回去。谁？哪里的微波炉？不是微波炉，有一个电磁炉，下面有一个电磁炉。有一个那个电的可以放东西煮的那个。不是，前天你有放在这里啊？爹爹说要带去身号那个，是这个对不对？电磁炉啊，对。要给谁？那个等一下他如果要就给他带回去，因为我们家也有一个，这个都是我买的。那个是电有没有响，对不对？这个是新的耶。对呀，它的电有没有响？这个还好哎，这个呢，锅放上面它就会滚啊。对，我知道那个是，但是我们瓦斯那个比较，好像姐姐以前说这个比较浪费电这样。哎，这个有这个绳子哦，比较危险的。这个是还 OK 的，是新的。以前我拿回来这边给阿公煮火锅。对，我们有一个啊。我们家也有一个。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对。这个餐厅都是用这个。用电的对。对，电磁炉啊。对。那个瓦斯就是。这个是太太啊，这个是这个太太。没有啦。这个是谁？哦，小姑姑，不认识。这个电有可能也比较小，旧的东西。这个好像可以回收。那个后面那边，对对，开门不是在后面那边，在这里。这个以前我们开皮鞋店的，你看龙凤。这样对对，这样对对。这一只可以穿马鞋用的，这一只150块。张六啊。哦。哦，阿姑张。我在这讲车声。啊，看那搬啊，几落工啊，个安尼。电是在这里。整理袂好势啊，去哦。电视在哪？在这里。这烤肉还摕去啊。免整理规个拼拼你哪会讲安尼哈？人咧。那个1-7个。拼拼意啥？伊讲咱爱安尼甲整理地地啊。那个全部都1-7个，遥控器什么的。搬出去。对啊。这个也是。我啥叫人甲咱叫呢？叫迄爱。这个我帮忙带。啊，叫爱钱的，个人爱家己整理。毋是啊，你一定爱整理，你无爱伫个物件吼，甲创创的啊。啊，有诶拢做咧爱伫你这田你这你免甲创吗？啊田。你著甲讲咱拢无爱伫啊。啊，袂使安尼讲啦，有诶拢阿嬷诶老啊，我田这嘛拢爱伫，伊讲伊上啊，这电磁炉这会。电磁炉会新诶，我凊彩咧讲，迄个互你。较早我摕转来。我摕转来。应该不用放电视上面，这样比较不安全。阿公拢无啥用，我若买转互伊煮火锅的。哎，小李。阿姑丈要不要打麻将的那一个？那个什么打麻将的？打麻将的，对。在家里可以用打麻将。这嘛个啦，这无效，这一个。在少年啊，人讲安尼，新诶拢无效。这一个100块尔，你摕要创啊？毋是啊，咱无咧用。有啦，恁外口听的，我听恁妈妈讲，常常有咧烤肉。我咧讲，我无用这，我拢去摕，阮用白铁啊的。哎呀，妈，爱看着啥就要摕你的厝的全本数，我无骗你啦。对，没有用也不用干。逐项你著要摕你厝的全本数，麻雀啦，你厝的麻雀要换无啦？这支电脑有要搁低无也去啊？坏掉那个太太。啊，这恁去会用的啊，袂用的啊？这个比较老，在楼上比较新的。冇啊啦，这开机以后就是改。你拆这爱5000呢，小显色。啊，这一直10年，你。在楼上有新的太太，阿林太太。那个也不要再搬了，要5000块的。哦，这么麻烦呢？
烤肉嘛无对。对啊，这个电脑看阿姨啊转去啦。啊，你电脑有用无？电脑厝的5、6支。伊刚拿去新的。无，迄嘛阮妈。没有信啦，姐姐，这个好久好久了。这个还可以，国际牌的耶。三月啦，不是国际牌。我厝的5、6支的，你咱恁新店的迄款，我是新店的，你听无？家己迄群主上翕翕的，要伫个家己来搬免钱，你家己伫遐咧搬啥？你听有无？啊，你人也好，甲你敬意，我敢有已经有叫人来敬安的，人甲你敬意。当然啊，啊。款的拢毋甜呢。啊，搁有，迄拢会使卖呢，拢卖钱，你若破起来讲3000。啊，你要安怎当？我觉着还袂好咧，我。对无？洗衫机嘛共款啊，你讲啊2000，我甲你讲，你拢免开钱叫人搬啦，我甲你搬去。你若恁大伊若较遐高吼，啊，就毋免安尼啊，对。恁若少年仔会晓去吵，啊叫来吵，逐个拢无用啦，一个毋要读书啦，一个安怎啦，啊母死我这老的安尼尔，对。啊目睭阁无看，啊花爸爸，对。我迄阵我就甲阮母话讲，两种方式，啊，我爱开钱就是。哦，ada kucangnya啊 嗯， ？Ada kucangnya 啊？要不要看一下有没有？看一下。哦呀。大概看一下。大姨老弟打过来。我毋知啊，我就看迄两骹。这个要不要看一下？我看一下。这太小了。哦，太小。不要对对。一样嘛。嗯。大口片咱拢无看伊啊。哦，迄个啊，厚，你迄个厚摕就好啦，嘿。啊，你我就讲我咧用过年啊，我老弟这个Erling hijau。这个要。这个染头发的帽子。这个剩一点点，一点点，这样等一下以后丢掉，对对对对。不然你给它装成一瓶好了。对呀，以后如果那个丢掉，我们家里也有。这本书我要带回去看。怎么放上面？那个切印山的切印，丢掉对对。106是好久诶，现在112。我感冒也可以看见。切印山。这个要。这本要。讲话都很简单，叫人家来弄，人家就不给你弄。本来是这样哦，对对对，aku也是说这样哦。不是aku说是等一下，如果我们付给人家，他是全部弄干净哦。对呀。这个是那天买给阿妈的，这个480。这个不用买哦，可以领哦。拿回去。这个不用买哦，领哦。我们1个月1次领那个。那个现在不能领了。还有这个，搬出去。阿妈，这个哈，都是大陆买的。这个。还有啊？这个你要我送你一支。我不要，我不要。这个檀香。我不用，我没有用了。回去给妈妈。不要。味道好香哦。不要，我不要。热的时候也是吹电风扇是 OK。这个很贵，要买这么多。刚好4把，一个姐妹1把。啊。用看看你用什么袋子给我的，照开了吗？啊，它是日本那个大陆买的。这个要拿出去。
哦，这个玻璃耶，อายุจ่าฟัน单在没有金子在。这个是他都是过去了那够2017毛对拉丝，那这个毛对拉丝，以这个前拉肚子很好用。看看有没有过去多久我不会看，来我看2003很久的了以前的时候以前台台也有卖到在我们这个2003台台有吃啊重要啊味道很重啊味道很重的嘞这个是做什么的嘞2009好久台台要用2009现在几年了好多年？2013嘛。现在是2023 2009。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个啊就擦酸痛。太久的白痒痒了。太久的东西白痒痒。它变质了。变度的。高粱酒。给它倒掉。倒掉。Bunga ya aneh ya. Lang ya, lampunya matiin. 弄内裤、内衣。对，太太的内衣跟内裤哈。找比较好找。姐姐拿个弄好了，在太太房间了还不过。关灯。这个是连那个一起。这个带去东方印要不要？给他们吃。我这个，我先吃一下。大家先吃。你帮我把这里的什么东西？这个样子弄的。我来吃药。手洗先去做。我不会弄那个药是哪边啊？如果下雨的时候可以用。Nah ini bunga itu dari dulu ya, keren banget. 有，掉了。为什么是拔起来的时候都这么难拔？再看看。哦，很简单，对对，以前太用力了，太粗鲁了。对不对？我的是
这个是叫什么花，太太？七亚灰，七亚灰，七亚灰，看乱来丢的是，我收单了。都没有人了，市场今天都没有人。那如果没有人，太太刚才还好，吃饭还有人。吃完那一间我到晚上。没有，也是差不多了，也面什么都卖完了。哦，我吃米粉，吃米粉吃米汤。粉汤，哦，有没有包了？有了。这个土地公，土地公不是小庙。哦，土地公比较小的一点。土地公，这个是拜拜会发财。拜拜会发财，哇！等一下会中了，中800万。merendeng merendeng。现在几点，太太1点多吧。太太手机有没有带？忘记。如果1点15分、1点半有那个有6:20，好冷1啊！点20分。我还很早哎，对对。说3点，新的太太，看千价太太，美联社。哦也没联系，对对对，这个新的哎，以前这个是干嘛店？这个对呀，太恐怖了。从那边他要去哪里？西门町。没有，他要去那边是哪里？那我也不晓得。不知道，对对，阿公知道。这个新的，还在一次新的。是。我们真的要做那个624啊？对呀，比较不会乱花钱。乱花钱，200多块啊！我这个不用。差不多500块，对不对？回来回去500块，500块就是1个小时，聊天。我说这个我不用钱。对呀。没有，我悠悠卡不用钱。我15块钱而已，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带那个悠悠卡。你没有带悠悠卡？Nah ini 913. Kan. Dah会到西门。这个地方是叫14分的，是这样的意思啊？对，14分。14分，6:20。下一站，石头处。Untuk menghemat biaya ya, kita naik bis bersamanya. Jadi apa? Beneran jahat, hacing, 空气不好。那个如果武汉肺炎都是大家都会爆掉。大兴街、广兴街、开始街、Dawson Street。很多人太太吃饭。怎么样？吃一吃嘛，不然他们也不吃，只有买。
时刻。但是讲摕摕去开去啊吼，中昼已经食。 Nyonya aku kangen teman-teman nih. Di rumah Yama nungas nangis telepon adik. Capek aku tuh capek. Dimarahin sama adik. Orang rumah itu nanti mau dibongkar sama orang, ngapain diberesin? Kamu ngambil yang nggak butuh. Kamu ngambil lo yang butuh, yang nggak butuh biarin aja. Nanti ada yang borong. Nangis nah. Adik-adik mau pulang katanya. Mau apa itu? Mau ke makamnya ama itu apa? Sembahyang saumu. Ziarah kubur. Ini siang hari ya, sampah.